小子噻。那我来问你，你府中有几个人啊？我们府中有4个人。哪4个人？我、爸爸妈妈、我还有姐姐。侬姐姐叫啥名字啊？姐姐名叫王莹莹。终身可以出配。没哎，那个家境我给你多几副吧。我不要，你看来这个人啊，我不喜欢。不喜欢。你嘴里打的这个眼字是我的。这个意思是侬啊？刚才我在朋友里讲他长了，先是说你只有爸爸妈妈叫我叫他放了，你还是叫他放嘴了。一直把它放掉。放生啊！那是啥？我们一直说的都是个话呢，能不能放出去啊？去哪里？我来了。给你遇到啥人了？哦，我晓得这个衣裳肯定是这个先生，人家都讲先生长得眉清目秀，还你遇到我姐姐下。这衣裳我看起来我蛮好听哦，吹吹起了岁数来。小鸡。